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藍藍，歡迎返嚟同行者一齊進步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聽我嘅 podcast， 呢個頻道係關於個人成長、自我療愈同育兒嘅。如果你都想有人同你一齊學習同進步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嗰間鐘仔，咁一有新片 YouTube 就會提醒你返嚟學習啦。過咗2日呢，就係復活節啦，先祝大家有個 Happy Easter 先。而大家聽緊 podcast 嘅時候呢，招積仔已經5歲啦。希望佢繼續聰明伶俐，不過要用喺啱嘅地方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張小嫻嘅《當你夠強大，才能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》，係成本書嘅重點歸納同埋個人領悟。大家呢一定要精精神神咁聽到最後啦。呢本書呢，我已經睇晒啦，真係覺得呢獲益良多。我哋先拆解下個書名先啦。呢度所講嘅強大呢，係包括但係不限於經濟，仲包括啲咩呢？小嫻喺書入邊好直接咁樣寫明，至少內心要夠強大。而喺書入邊亦都不斷咁樣提醒咗我啊，除咗經濟同埋內心，仲有就係能力上啦，包括技能啦，照顧到自己嘅起居飲食啦。跟住落嚟會詳細咁樣講解啦。呢本書呢係小嫻一貫嘅風格啊，好易睇，文字淺白，但係睇嘅過程呢又吸收到好大量嘅精華喎。書中呢亦都有提到好多小嫻身邊一啲真實嘅例子啦，好適合呢覺得好迷茫嘅女生去睇嘅一本書嚟㗎。而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變得強大呢？首先啦，要多睇書啦，去擴闊自己嘅視野啦，要增值自己，要上進。有空餘嘅時間呢，就去上堂咯，進修咯。一生係好短嘅啫，千祈唔好蹉跎歲月，同埋唔好浪費光陰，令到自己好空虛同埋寂寞啊。仲有就係提升自理能力啦，打掃清潔，簡單維修等等，唔使依賴別人而過活啦。點解要令到自己強大啊？就係因為強大先至可以有選擇啦。當我經濟夠強大嘅時候，我又何須依賴一個唔愛自己又或者對自己唔好嘅人喺身邊呢？我唔夠強大，揀對象嘅時候會點啊？淨係人哋揀我咯。我夠強嘅時候，我都有 say 啦。唔會俾對方嘅家長認為自己攀上枝頭，高攀唔起佢哋啦。我經濟唔夠強大，下下都要節衣縮食，3餐煮啦，帶飯啦，都會攰㗎。我有錢，我攰咪叫外賣咯，食完掉垃圾桶就係啦，唔使出街買，唔使自己拎，有人送上門，唔使洗餐死添喎。當我夠強大，能夠照顧到自己，就唔怕被家人催婚，話要有個人照顧我，到時我就可以好有底氣咁樣話，我自己 take care 到自己，少咗呢一份嘅壓力啦。當我夠強大，唔使發白日夢要釣金龜，因為我就係自己嘅金龜，我就係自己最強大嘅靠山。當我夠強大，我並非一定要依賴你，而係我選擇依唔依賴你，邊方面依賴你。當我夠強大，我唔會再俾人 bully，因為對方唔夠我強，bully唔到我。足夠強大就唔使防小三，因為對方失去我係對方嘅損失。足夠強大，我就可以活得精緻，哪怕到月尾收到賬單都唔會焦慮惆悵。小嫻唔係話有錢就大晒，但係女人啊，起碼要養活到自己，至少要內心夠強吧。佢亦都提到，除咗上進，亦都要鍛煉身體，目的唔係為咗吸引異性，而係讓自己活得年輕，能夠有活力。運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快樂。小嫻雖然不停咁樣叫我哋要努力，要 upgrade 自己，但係同時都記住啦，唔好將自己攰死啊！每日收工之後，不如俾自己放鬆下，叉下電咯，咁明天先至可以充滿力量咁樣繼續奮鬥。一生好短，小嫻話唔好為咗結婚而結婚，唔好因為自己已經唔後生而結婚，亦都唔好因為家人嘅壓力同期待而結婚。你當然可以選擇唔令自己變得更強大啦，
人生畢竟都係自己嘅，但係無可否認會少咗好多選擇。而我亦都好想提醒聽緊 podcast 嘅你啦，千祈唔好聽人講話男主外女主內，家庭靠男人嘅收入去支撐啦。產後做個全職媽媽，可能有啲男人同奶奶都會覺得你什麼都冇資格出聲，你食我嘅住我嘅，要委曲求全。但係當自己嘅經濟夠強大，有能力就可以好有底氣。我有錢唔使做啊，吹咩？大家記住啦，要上進，又要活得放鬆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祝福大家都變得更加強大，成為一個有能力有底氣嘅女人。如果你有睇過呢本書，你又有咩領悟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。如果你有咩好書想我分享，都可以話俾我知。最後大家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下個星期再喺同行者與你一起進步。拜拜。